我80幾歲啦，自己一個住，每次同人講起，對方第一個反應硬係同一句，你自己一個唔驚咩？跟住就係一連串建議，請個工人啦，去老人院啦，搬去同仔女住啦，眼神裏面帶住同情，好似我係一個等緊被拯救嘅人。老實講，呢種眼神我見得多都幾煩，但我又唔會嬲，因為我知佢哋唔係惡意，佢哋只係未到嗰個歲數，冇經歷過，所以先會咁樣諗自己一個住，遠比你想象中舒服。呢句說話我以前都唔信，係捱過先信嘅。我有個老友叫老周，老周老婆走得早嗰陣，我哋幾個老友夜晚成日打電話俾佢，驚佢諗埋一邊。有一晚佢喺電話個頭冇出聲，我問佢做緊乜，佢話冇嘢，煮緊嘢食，煮咗2個人份，先發現得返自己一個食。講完呢句，我哋2個都靜咗好耐。坦白講，嗰陣時我都有諗過，如果係我捱唔捱得住？1年之後，老周話揾咗個伴，細佢10幾年，未擺酒未領證，就咁搬埋一齊住。佢同我講嗰陣，聲調輕鬆咗好多，話終於有人夜晚陪佢傾偈，早上有人幫佢煲粥。我聽住，其實心裏面都有啲歡慕，甚至有一刻諗，係咪自己都應該揾個伴？呢個念頭冇維持好耐，大概1年之後，我再見老周，佢瘦到成件恤衫都鬆晒，個人有啲失魂。飲茶嗰陣，佢冇乜點食，淨係一直斟茶，斟到啲茶都冷埋。我問佢發生咩事，佢先慢慢講。佢話對方開始話佢俾嘅家用，少話人哋以前個丈夫逢年過節出手款情，又話要接自己個仔一齊住，屋企由2個人變咗3個人。老周瞓房都要遷，就最傷嘅係佢有次執屋，發現自己嗰本存摺尾數對唔上，查極都查唔出邊度走漏。佢冇即刻問，因為驚一問個關係就爆。到最後2個人都係鬧到分手，對方臨走前開口要20萬，話係呢2年陪佢嘅青春補償。老周話佢當時企喺度望住對方，一句嘢都講唔出，最後都係俾咗飲完嗰餐茶。老周望住我講咗一句我一世都唔會忘記嘅嘢，我呢世人商場上都未輸過咁多錢，估唔到最後會喺呢度失晒晚節。我冇即刻回應，只係拍咗拍佢個膊頭。我心入面諗，老周唔係蠢，佢係捱唔住嗰種靜，而我何果又唔係捱住緊。只不過我後尾先慢慢明白一樣嘢，林老先識嘅伴好多時唔係緣分，係各自嘅盤算。你想揾人陪，佢可能想揾人養，表面係搭伴，心底裏各有各嘅算盤。一旦有一方覺得唔抵，就會出事。由嗰日開始，我再冇認真諗過揾伴呢件事，唔係話一定唔好，而係我開始明，人老咗最珍貴嘅唔係身邊有冇人，而係清靜自在，唔使夜晚瞓覺前仲要諗緊今日邊句嘢講錯咗。有個朋友嘅媽媽住咗一間好出名嘅老人院，5星級嗰隻，走廊鋪住地毯，餐廳有落地波，每日仲有職員帶住班老人做運動。朋友成日話阿媽喺度好幸福，乜都唔使有。我去探過先一次，環境嘅確靚，冷氣涼爽，職員笑容親切，牆上仲貼咗手工紙花，寫住重陽節快樂。我坐低同阿婆傾偈，佢答得幾好，問乜答乜。但講完之後，佢會望向窗口，望住樓下嘅車來車往，望好耐，好似喺度等緊啲乜嘢，又好似冇等緊乜嘢。我原本想同佢講多幾句，但見到嗰個眼神，我哋一搖手，甚至唔係唔開心，係一種認咗命唔再硬扎嘅平靜。呢種平靜，我睇得出唔係心安，係心死。出返嚟嗰陣，朋友問我係咪好正，我阿媽好慶幸嚟到呢度。我望住佢，冇講出心裏面嗰句，呢度乜都有，就係冇咗屋企2個字嘅重量。我屋企嗰張梳化凹咗個位置，係我坐咗幾10年坐出嚟嘅。牆上嗰幅畫係我同老婆行畫展揀返嚟嘅。廚房嗰隻鑊人咗嘅位置，我都記得係邊一年。阿仔考試我心神不定，煮壞咗嘢，呢啲痕跡冇人明，但只有我識得同佢哋相處。老人院唔同，喺老人院你永遠只係一個住客，
你走咗之後，嗰間房好快又會住返第二個人，你留低嘅乜都冇。呢種客人嘅身份先係最深層嘅孤獨。你唔屬於呢度，呢度亦都唔屬於你。我仲留意到一樣嘢，好少人講，時間喺嗰度重得離譜。每日幾點食飯，幾點做運動，幾點瞓覺，全部安排好晒日子，一日一日咁過，日日都一樣。你會漸漸失去對時間嘅感覺。人一旦對時間冇晒感覺，生命反而流走得特別快。所以我揀咗留喺屋企，每朝淋下花，睇下報紙，睇下財經新聞，寫下字，曬下太陽。有時成個朝早其實乜都冇做，但我一啲都唔慌，一啲都唔空虛。呢種乜都冇做但心安嘅能力，我而家先明，係晚年最了不起嘅本事，唔係人人都有嘅。我都係捱到呢排先慢慢學識年輕嗰陣。我喺商場上叱咤風雲，自問乜嘢事都拿我唔到，開會簽約拍板，我從來冇話俾我3日，我一定當日搞掂轉禮。點喺一個好平常嘅下午，我想搬一上唔見上閣樓，同以前一樣拎起就行，行到梯半，忽然間胸口翳住雙腳法院，要扶住牆先冇跌低，嗰箱文件跌咗喺樓梯度散晒一地，我企喺度冇力執，亦冇力再上。嗰一刻，我先真正意識到我老咗。之後嗰晚，我揭翻本舊相簿，見到一張30歲嗰陣影嘅相，相入面嘅我意氣風發，眼神獨立，好似乜都難佢唔到。我望住嗰張相，望咗好耐，心入面浮出一句嘢：嗰個版本嘅自己已經死咗。我唔想接受，但唔接受又點？我要學識接受，係而家呢個更老更慢、能力有限嘅自己。唔再勉強自己去做力不從心嘅事。我有個朋友同我年紀差唔多，死都唔肯服老。屋企水管漏水，佢話唔使叫人自己搞。花盆又搬，佢話唔使唔該自己搬。有一次燈泡壞咗，佢爬上梯向自己換，結果失手跌咗落嚟，斷咗3條肋骨。我去醫院探佢，佢瞓喺度，成個人縮埋一嚿，同我以前識嘅嗰個，佢完全對唔上住院嗰排。佢個人精神一落千丈，好似老咗成10年。我睇住佢，冇同佢講咁大道理，只係坐咗喺度陪佢傾咗陣天。走嗰陣，我心入面諗，我唔想成為佢，我唔會再死撐，唔會再夾硬嚟。該退讓嗰陣就退讓，該求人幫手嗰陣就求人幫手。我而家請咗個阿姨，每日翻嚟4個鐘，幫我煮飯執下屋。頭幾次我心裏面其實有啲抗拒，覺得自己連呢啲細藝都做唔到，係咪太廢？後尾諗多咗，先明呢個唔係認輸，係識得同自己嘅身體和解。我按時體檢，準時食藥，唔係怕死，而係唔想因為自己一時嘅疏忽，搞到仔女要為我操心，為我奔波。呢個先係一個老人對仔女最後嘅體貼。寫到呢度，我想同你講清楚一樣嘢：寂寞同孤獨唔係同一件事。寂寞係因為身邊冇人，孤獨係因為冇人明。你一個人如果精神世界充實，識得睇書，識得寫字，識得思考，識得同自己嘅回憶相處，獨居對佢嚟講唔係冬佛，而係一份禮物。時間送俾老人最好嘅禮物。我依家嘅生活唔複雜，但我留翻幾樣嘢俾自己。我有幾位老友，唔傾利益，就傾興趣，傾生活，定期聚下飲下茶，傾下天南地北。呢種有與乾淨冇負擔，同老周嗰種搭伴唔一樣。我哋各自翻各自屋企，唔需要對方，但又掛住對方。我同仔女約定咗每個星期通一次電話，有時傾唔夠10分鐘，但佢哋聲入面嗰句阿爸你自己顧住身體，我聽得出係真心彼此掛住。但我唔會將自己嘅情感寄託同人生控制權全部壓喺仔女身上。佢哋有佢哋嘅生活，我有我嘅。我趁身體仲硬朗，將錢點用屋，點分醫療嘅安排，全部趁自己頭腦清醒嗰陣搞掂晒，心中有底，先唔會到時手忙腳亂，亦唔會拖累仔女。呢件事我做完之後，成個人鬆晒一口氣，好似卸咗一擔嘢咁。至於我自己，我唔再用人哋嘅標準要求自己。以前我會人老咗係咪應該點點點，
而家我唔理咁多，坦然平靜，享受咁過每一日，就係我而家嘅活法。人老咗唔係一件要俾人同情嘅事，自己一個住亦唔係一件可憐嘅事。真正可憐嘅係一個人明明可以清靜自在，但係為咗填補空虛，勉強自己去將就一段關係，將就一間老人院，將就一個唔屬於自己嘅版本。我依家屋企有我幾十年嘅痕跡，身邊有幾位知心老友，仔女定期問候，身體大細病痛，自己心裏有數。呢種日子平淡，但係心安。我諗翻起老周嗰句失晒晚節，諗翻起阿婆望住窗口嗰個眼神，諗翻起自己胸口翳住嗰刻，原來人老咗唔係一場要贏嘅仗，而係一場要學識同自己和平共處嘅修行。我贏唔贏我唔知，但我依家係心安嘅。你身邊有冇一個活得清靜自在嘅老人家？佢係點樣做到嘅？留言話我知啦。